年一度嘅赤柱國際龍舟錦標賽就喺赤柱正灘度舉行，咁我就帶大家去睇一睇啦。坐地鐵到柴灣地鐵站出嚟之後呢，就可以坐16M 小巴到赤柱噶啦。端午節嘅賽龍舟習俗已經流傳過千年，係源自於嶺南一帶嘅傳統。而龍舟劃過嘅水呢，就稱為大吉水，寓意吉祥。不過，現代龍舟競賽運動其實係源於40幾年前嘅香港。咁喺1976年，第一場嘅國際龍舟競賽就喺香港舉行啦。從此之後呢，就訂定咗龍舟運動國際化同埋標準化嘅基礎。現場嘅人數都幾多下。咁落車之後呢，就會見到有好多唔同嘅攤檔啦，其實就係唔同龍舟隊伍休息嘅地方。咁佢哋會喺度飲水啊、食飯或者補給下嘅。咁跟住大隊行落去呢，就會見到條樓梯。咁行到落去就係赤柱正灘位置㗎啦。咁啲龍舟隊伍呢，其實就係嚟自唔同嘅國家啦、學校啊，又或者係公司等等嘅。以我自己嘅觀察呢，呢一個龍舟比賽係有分男子組同埋女子組嘅，佢哋會將個龍舟撐咗過去對面先，再鬥快撐返嚟。但係有一個好失策嘅地方係，我着咗一條長牛仔褲去啊，我又冇帶短褲去換，成條牛仔褲都濕晒，焗到我好唔舒服，所以我睇咗個零鐘之後就走咗啦，冇留到最後。但希望大家都可以透過呢條片感受到爬龍舟嘅氣氛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